来看印度的克拉拉邦，这是香料的产地。有人讲，若伫咧山林内底咧行，拢会当闻到肉桂甲姜黄的香气，所以这嘛互号做是香料的故乡。都有不少游客会专工来这，亲手焖香料掺落料理内底，是真特别的体验。 克拉拉邦是印度上大的香料产区，有真侪世界各地介意的人来吃，为肉桂、姜黄甲肉豆蔻，加种超过30种不同的香料。后来遮旅游的里瓦路易斯翁仔某大概简介以外，嘛食到香料原本的滋味甲香气。 It's a little spicy. We're starting to get used to it. But we're getting used to it. C'est vachement intéressant parce qu'il y a plein d'épices. It'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se are spices we use almost every day. But now we see that pepper is a vine, ginger is a root. It's fascinating. 伫克拉拉邦收成的香料会为山区沿路运去海港，顺海路销去全球各地市场。这是这座古早城市自古以来香料贸易之路，就那亲像连接中国到欧洲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丝路同款，所以叫做香料之路。香料内底上介珍贵的香料，其中一项就是豆蔻，有香料红叶的豆蔻。但采收了后，统一送去烘，爱用70度温度烘予干，到时阵这香料就会沁出真特别的柠檬香气。 Here she is, the queen of spices. Cardamom is used as medicine, as perfume, in cooking. In India, almost every dish has a bit of cardamom in it. 目前香料伫印度国内会用竹牌啊，伫笼罩椰子树甲农田的运河网内底伫卖，袂少大型竹牌啊，甚至开发做水上餐厅，制作使用香料的大餐，提供外国籍游客通食，互游客会当拿欣赏湖边的美景，拿享受美食，嘛互印度克拉拉邦的香料风味沿水路传去世界各地。公司新闻，陈思彤编译。